咱继续来关心宝林地色食物中毒的这个案件，目前是药伫咧关卡。今仔日新增加3个通报，累计已经有31个个案，其中有2个人死亡，5个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，目前情形是无啥乐观。也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，远东百货公司信义店轻症的病人，有12个人体内验出米甲菌酸。去药货店用餐了后，身体无爽快，这2个人是验出阴性，初步判定是无牵连。即间伫台北市药货夜市啊宝林咖啡馆铁门已经又来暂停营业，因为真正有2个人去宝林地色药货分店食咖喱真冬几啊条冰冷茶了后，也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现象。不过经过检验了后，2人体内并无验出米甲菌酸。今天早上收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，他有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检查哈，那确认哈这个诊断哈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哈。台北市远东百货信义店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件继续扩大，到30日下晡5点为止，卫福部总共接到31个通报，其中2个死亡，有5个住伫加护病房，其中1个已经转好，其他4个因为拿病变依然昏迷不醒，1个也搁咧装叶克膜抢救。另外病人检体中各新增加4人验出米甲菌酸阳性。目前验了4位都是这个米硝菌酸的阳性，宝林的饶河店那2位都没有验出，所以我想这个事件看起来两边的这个事件是不相关的。不管是水源啊哪里好，看有没有一些这种米硝菌酸有没有存在。我想每个细节，包括食材，包括环境，应该都要验啊。王必胜强调，宝林地色现场采集35件检体，其中几啊条向南油、在来米粉、豆油等5件检体，米甲菌酸拢是阴性。个患者的几啊条也拢已经用完，无法度检验，不过有关高度怀疑是这批几啊条有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